咁靚嘅燒肉邊度有得賣啊？大家好，我靚隻旺角燒肉咧就起晒朵噶啦。今日專程嚟南沙打個卡 call 部車先。哇，唔 call 唔知道，原來如期依家有自動駕駛選項，喺南沙咧可以好方便打到自動駕駛嘅車，咁過癮，試下先。等咗幾分鐘車就到啦，手機上一鍵開鎖就可以上車。上車之後咧，仲要輸入手機號確認開始行程。如期 Robot Taxi 嘅車況真係幾好，入邊闊落又乾淨，最緊要行駛過程入邊比較平穩，唔會有急起急停嘅情況。車頂嘅呢排掣咧，可以調節空調嘅風力啦，同埋溫度，仲有一個緊急求助按鈕添。終於到咗目的地，整碟燒肉手撕雞雙拼先。我又唔係咩燒肉專家，我唔知旺角燒肉正宗係點，但係我知道衡陽燒肉好唔好食嘅咧，一個脆皮啦，同埋呢度嘅燒肉咧真係肥瘦相間，借身有肉香，亦都有豬油嘅甘香。多謝多謝，老闆娘真係好人，送一碗湯俾我飲。我覺得呢個燒肉真係幾原味，難怪呢度開咗咁多年，咁多人幫襯。通常呢一種咧喺線上冇咩點做推廣嘅店，而且開咗咁多年，一定係有口碑，而且有一定嘅粉絲量，所以呢種鋪頭想踩雷都好難。大家嚟到呢邊真係可以試下。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，